那首算较缺的一首作品嗨，阿鲁卡，嗨，阿鲁卡，嗨，阿鲁卡，我不认识你，但我熟知那些加诸于你的不幸，包括1964年大屠杀之后，族人只剩下6人。地球这么大，竟然容不得朱马部落。这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曾经几度灭村，灭绝了别人的部落。嗨，阿鲁卡，你束手无策地只剩下你了。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爱留不住。2021年的肺炎病毒无声夺去部落里唯一可以向世界说不的声音。阿鲁卡，阿鲁卡，亚马逊雨林的阿鲁卡。在各国灾情频传的新闻中，生命的失去是每日的常态。失去你，失去你，却是意义的丧生。至于文明，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嗨，阿鲁卡，强国一向对少数视若无睹。好，也是想讲安能信仰了后，因为我看到世界新闻，那个新闻可能全世界冇几多少有看吧，因为都一个朱马部落的阿鲁卡亲门一杀，加个想讲加个这个部落曾经在1964就被大屠杀了嘛，跟他都单枪全都虐杀了。不过那虐杀有爱路都蛮高兴的。阿鲁卡其实因为信仰的关系，亲门也无法脱救所以阿鲁卡无法其实应该促权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其唔係應該生命呢，其實應該想講地球上輩應該當創業一個文化記號，也講一種文化資源。那種我看到嘅都心肝動切，因為佢兩下人都咁講死皮嘅人，當然嘛有死皮人啦，尤其個信仰嘅嚇，梗唔係死皮嘅人，佢規棟樓也講規車一車安尼載走的嗰種的個性的人。不過我看到人新聞跟我講，大概生命怎寶貴的大概安尼，人長時間實在講對大家都真艱苦過的人。不過我看到人新聞跟我講，伊從無人不去對安尼的生命有乜個感覺，就是說阿魯卡，你也是只不過是一具生命就是死掉了嘛，就好像對於講這個生命的這個不單是說一種大家都可以視若無睹，包括對於講我前面講到講強國一向對少數視若無睹，對於講也都意見也好，少數的意見也講少數的族群少數的文化，窮它就是可有可無啦，就是說沒有也不會怎樣不過我認為的一個你還沒進行的文明，人類真正的文明應該是要更多樣化更多元化不管是人的生命還是語言還是文化，各種物種他們都有權利好好過他們的生活。